因，不为你别连理，心尽两路两富贵。因断八方心相拼，好的风光变水，天配乐观天不移。哇，欢迎我们的 JOE 大哦，恭喜你得到头香哦，感恩您。性病公主，国内正是怪命，经济要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有秀，毋甘将礼陪，闹军队神将头家。Hello，欢迎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呢，都会唱一首我们歌仔戏的曲调，叫做我们的都马调，宣传我们的电台。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都马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当时行，成才才袂心惊吓。片段古汉广播互恁听，祝恁收听古汉电台观众朋友天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哇，有我们的简可爱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韵柔哦，哇，也抢到了哦，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都欢迎大家上来聆听哦！啊，要感恩一下我们这种花电信啊！终于呢，我们的网络终于修好了，但是呢，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呢，先来实验一下哈，实验个几场，看他呢有没有骗我们哈，也才知道哈。节目一开始呢，刚刚有跟大家先唱一首叫做《都马调》。相对的呢，我在呢要去比赛的时候呢，也会唱这首《都马调》哦。等一下呢，先跟大家播报一下明天的天气咯。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明天呢，这个台北地区哦，
这个降雨的几率哦，有高达100%到90%啦。其实你说90%跟100%差多少？差10%而已，差没多少。所以说呢，明天呢，北部地区绝对会降雨哈。所以说呢，北部地区的朋友，以及呢，还有我们台东地区哦，台东地区跟花莲地区一样哈，这个降雨的几率都高达在100%。所以说呢，我们北部以及东部的朋友要记得带个雨具咯。那呢，我们台中的朋友哈，明天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只有20%左右，所以说呢，明天台中的朋友比较幸运一点点。但是呢，我们台南的朋友哦，台南的朋友呢，明天的降雨的几率高达70%。所以说呢，其实哦，我原本在我的赖群组里面有在宣传呢，今天有另外一场戏可以观看哦，但是呢，因为台南也有点小小的降雨，所以说呢，我想说呢，不行，我不能丢弃哦大家，所以说呢，我们就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喽。再来呢，我们刚刚有讲到都马调，对不对？那呢，我们来听一下我的 CD 专辑里面的都马调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线上的观众朋友跟我打声招呼，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都马调。反抗之时，山内无势力，兵会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强事假大利。驸马就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向我行军神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功保定，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上地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待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中行必赶，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塞，他洗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谐。公主啊！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向你跪爱，连来啰嗦，带你去听你呀做缘。我不对你呀，对你来两情，我不了情。大家呢有没有觉得这一首的都马调跟我们刚刚呢所聆听到的都马调有什么不同呢？有人有发现吗？刚刚呢，我们首先节目一开场的都马调比较轻松的感觉，比较自在的感觉，在唱着我的电台的歌曲。那当然又同样的伴奏，我们用唱的不一样，这个比较生气一点，比较说呢，这个驸马呢，因为不小心呢打了公主一巴掌，这个呢公主逼他就要下跪啊，但是呢，驸马也下过了，
下跪了，公主却不原谅他哦。诶，你们有听出来这种多马调有什么样的差异吗？等一下呢，要来跟大家聊新闻哦。你们呢，最近有没有买鸡蛋呢？有没有呢？你那里风大不大？我这里风不大，我这边在台南，但是呢，目前风不大。那呢，我刚刚呢，也有看新闻哦，我们这个新竹地区的风就很大。这个新竹地区呢，有这个鹰架倒塌啦，以及呢，还有路树倒塌哦。所以呢，如果在新竹地区的朋友呢，要注意这样的安全哦。那台南就比较平安一点点咯。等一下呢，要来跟大家先聊个新闻哦。花莲以及我们的澎湖县明天放假哦，所以说呢，花莲当然有些地区他们已经赶快先撤除了，因为呢怕这一次呢有太严重的灾害。那呢，澎湖地区跟花莲地区呢都有宣布是放假了。那台南呢，我记得我刚才有稍微看一下 IG 好像是要上班上课的。那呢，你对台风假又有什么想法呢？还是呢，有没有人你不想要放台风假，还是你想要放台风假的朋友呢？哦，你那边你去海边上班，风好大。然后呢，这个窗户一直呼呼的叫。你为什么去海边上班？你海边做什么样的工作？譬如说是咖啡厅啊，还是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哇，去海边每天都可以看风景，多棒啊！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台风也要来了线上的好朋友跟我打声招呼，然后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帮我们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哦雨涵电台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节目，那呢，基本上都是戏曲文化、新闻小知识、生活小知识以及书籍小知识哦，欢迎大家喽高雄呢，昨天半夜有一个铁皮屋呢发生一场大火，连烧了3个铁皮屋。当然呢，全员都有救出来。那呢，比较特别一点一个屋主呢，他抱着一只小动物，结果你知道呢，他抱的是什么吗？他抱了一只猴子那呢，当然这只猴子也会害怕，就丢在他的这样的胸前哇，居然猴子也有民众在养，也蛮神奇的当然呢，其他户的这个小狗呢，也有把它救出来这是昨天高雄的前镇区半夜的3点钟的大火所以说呢，大家在用火或者是用电，大家要注意安全咯。再来呢，一样是高雄的消息高雄呢，这个宝珠里哇，听起来好棒的一个里宝珠里呢。但是呢，它的活动中心在今天呢，也来了一场的大火。当然，火势已经扑灭了这个高雄的宝珠里也发生了一场大火所以说呢，你在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的同时，你可以呢一边聆听到新闻很不一样的广播电台，也可以一边聆听戏曲。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再来唱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歌仔戏曲调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是摆在我们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最前面。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广告一心原民戏剧坊的这个手作饼干，以及呢新协新歌剧团呢他们再来的演出这个楼宇说呢，才不告诉你嘞，哈哈哈！哇，那我也给你一个哈哈哈感恩我们的最后一大大，我们的蛙贵，以及呢我们的简可爱，还有我们的韵柔，还有我们的楼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线上好友呢都欢迎跟我打声招呼啊。今天大家可能怕说这个网络又不稳定，所以没什么人能上来哈。等一下呢，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有看到这棵假树上面挂了一个圣诞花圈，一闪一闪的。等一下呢，再跟他介绍呢在哪里买的。我们先来唱一首《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欢迎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阳光保持十相守，心不看惜保留，为爱多做与白首，绵绵今宵老优秀。这个花娇艳呢，以及良夜之歌呢，在我们 Inoda 今日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这个公主要出台的时候所唱的歌曲。这个公主呢是非常娇蛮个性的，我们现代来讲叫做公主病啊。我相信呢，大家听的呢都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了哦。相信呢，如果有买 CD 专辑的朋友，甚至呢你在线上呢听过这么多次的好朋友你可能呢也已经都会背了哈。也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哈，感恩大家。今天风很大你差点被吹走真的这个中部地区呢已经在下雨了，对不对？其实南部地区我们台南地区下午呢也下过一阵，那呢晚上呢是小小的降雨啦，没有到很大。那呢可能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呢，明天明后2天呢，可能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哦。然后呢，它再来切进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呢，就换我们南部地区了哈。哇！欢迎我们的彻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这个彻哲说呢，何时何日都是美好的，让这个时间、文化的美观、人生的小小空间舒适开拓每个人的心胸带给天底下的父母都有一颗美好温柔的可爱。
美丽的心灵哈，在这个直播间酝酿呢改造人生观的美好。感谢大家，也感恩我们的侧折，不好意思哈，也感恩我们的侧折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跟我打声招呼，我们可以互相聊聊天哦吼。刚刚呢有说哈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圣诞花圈有没有哈？这是呢我一个寄售店家呢的服务哈跟大家来聊一下喽。这是呢我在台南的一个新的观光景点哦，这个台南的国华街附近，这个呢台南西市场哈里面呢一家卡亚手作永生花哈的寄售。那呢我在那里有做寄售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哦。欢迎我们的曲奇饼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哈，突然间呢被你的名字所吸引哦。看到曲奇饼干呢，这个肚子都开始饿起来了，有没有？这个虽然才刚吃完晚餐，但是呢，我们可以来一个下午茶可以来做个宵夜场，或者是晚上的点心场看到这个曲奇饼干，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害我都饿起来了对呀，刚吃饱但是刚吃饱看到你这个名字还是好饿的感觉哦如果身边呢有这个饼干赶快拿起来吃一下。等一下呢也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咖啡饼干哦刚刚呢还没跟大家介绍完这个呢手做的这个圣诞花圈，我们的追二一大大也笑了笑欢迎我们的恐龙康朗，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恐龙康朗哦，好几天没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了欢迎你有空常来哟。恐龙康朗是几岁的朋友？是年轻朋友吗？也欢迎跟我们做互动哦，跟大家说一声。欢迎我们的美清姐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前几天我这边还好吗？前几天网路很差，所以说呢今天呢要感恩一下这个中华电信帮我重新的把这个数据这个 WiFi 机呢把它移过来我的房间也感恩我们的中华电信为什么说种花电信呢？是我们线上的好友所给他取的也是蛮搞笑的。欢迎我们马来西亚的淑英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感恩我们的恐龙康朗32岁的朋友我27岁所以32岁呢跟我差没几岁而已线上也有好多好朋友，像这个蛙贵这个 JOE 大大呢，哇，他看起来非常的年轻，结果呢年纪也比我长然后呢我去到这个日照中心呢的服务人员呢年纪也比我长，但是看起来也比我太年轻了，我真的是有点小吃醋啦。没事，跟大家开个小玩笑你准备要教招了，教招在哪里啊？我看一下你教招要去哪里教招？哇，要准备被教招了没关系，如果呢要被教招了，就去玩一趟吧，就当做去一趟的旅程虽然说有点不太好玩虽然呢教招非常的不好玩去成功岭没错没错 OK 现在教招2个礼拜那真的不太好玩
因为呢，对于有上班的朋友来讲呢，2个礼拜的时间呢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所以说呢，果然，如果2个礼拜呢，果然有点伤一点时间啦哈。恐龙康啦，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以及我们的曲奇饼干哈，都蛮好听的名字。那呢，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加我的 IG 哦，叫做郑雨涵哈。年轻一辈都玩 IG 啦哈，所以都欢迎加我的 IG 以及脸书哈，甚至我们底下的连结有我们赖的群组连结哦，都欢迎大家要去成功岭哦，哇！这个成功岭有点远哈，然后不知道会不会好玩。我刚才有看到哈，我们曲奇饼干呢所说哈，听说有停水、停电。你在哪里听到有停水停电的？因为呢，我在台南地区呢，我并没有停水停电呢。我们那个美琴姐呢，也是台南的朋友。美琴姐，你那里有停水停电吗？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哪里有停水停电呢，应该是没有。对啦然后那个恐龙康拉说呢，听说要打靶，而且呢还要野外露营。对，我有看到那个新闻哈，说新的这一次14天的教招呢，他们要去打靶呢，以及呢要去这个野外扎营哈，要去野外露营。所以说呢，也要注意安全哦。但是呢，现在都帮你们准备的很方便，都有那种什么就是料理包啦，那种食品包装只要加热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蛮方便的。所以说呢，可以不用担心哈。你朋友说他台南停水停电哦，哇，台南的哪一区啊？哇，那要真的要注意。那你有问他是哪一区吗？以及呢，他的电力有没有恢复，而且为什么呢？哇，停水停电就很麻烦了哦。如果像是呢，我们这里停水停电呢，那我这一出的直播呢，我就做不起来了哈。所以也幸好我这里没有事哦。感恩我们的曲奇饼干哦哈，我一直在叫你这个名字哦，真的越叫越饿，真的是容我先喝一口水不然这个嘴暖会滴声啊呢哈。好特别的名字，然后呢，我们线上的交友呢就是这么的特别哈，就是说呢，你不管你取什么名字上来，我们大家互动，我们大家聊天就热于这1个小时的时间。那呢，偶尔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样子哈。再跟大家继续聊新闻下去哦哈。刚刚呢还没跟大家介绍完这个圣诞花圈，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做介绍咯。在这个新北呢，这个有开车的呢，他去撞这个消防栓撞一个呢，这个水柱都喷起来了。那喷完之后呢，这个警方在他的车上呢，收到这个烟雾弹，哇，那他可能是毒驾所以说呢，当然呢，这个警方呢就要去调查说呢，为什么呢？他会去撞这个消防栓？那呢，他车上呢为什么又有这样的烟雾弹再来呢，下一个新闻呢，是有关于这个90岁的老翁有一个90岁的老翁呢，他有3个孩子那一开始呢，都是给第1个孩子以及呢第3个孩子呢照顾他。有一天呢，刚好呢这个孩子就被一台车子给撞到了。撞到之后呢，他下车去查看之后呢，这个车上的爸爸，这个90岁的老翁呢就被掳走了。结果掳走的是谁？掳走的呢是他的第2个儿子这个90岁老翁的第2个儿子。那为什么他会把他掳走呢？也就是因为这个90岁的老翁当然很有钱呐，大家当然是争论这样的家产嘛。所以说呢，我们身上呢，不管有没有些钱，甚至呢，
不管你有没有储蓄呀，或者是我们出个门，都要注意呢自己的安全性，以及呢网络现在有很多诈骗哦，就如同呢我们现在的普发1万哈，现在呢有很多的网络的诈骗上个礼拜呢就已经抓到了4个网站是诈骗哦，那现在还是很多网络的诈骗哦，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去到邮局啦以及 ATM 来领取这样的普发1万。再来跟大家唱个歌曲，这一首歌曲是我们歌仔戏的7字调，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7字调，我们用新曲北北照三关以及四盆牡丹摆四位来所唱。那等一下呢也会放这个日照中心的小朋友哦，这个智青就是智能障碍的青年呢，他们所唱的歌曲哦，等一下呢我们再来来听一下哈。哦，对，不要点呢不明的网站哦，就算呢你上网查这个普发1万哈，也不要乱点，因为呢你乱点了之后呢，你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7字调。新曲北北呀，照三关，解我所有回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盆牡丹摆四位，无风无雨花袂开。等待三家来当落水，当落花心花笑开。刚刚呢，我们所听呢这样的7字调呢，是我们的传统曲调、传统歌词的7字调。当然呢，我到这个日照中心呢，不只帮这个老人服务，也帮了智能障碍的青年呢、智青呢来做服务哦。那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呢他们所唱的，我刚刚所唱的那一首7字调，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欢迎我们的 ROBB 大大哦，不是，抱歉 ，ROBL 大大哈，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线上朋友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哈！我们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都有在做直播。今天怎么会一直大舌头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至亲们所唱的7字调。
个呢，是我到这个惠山基金会哦，这一些至亲们所唱的这样的七字调哦，让我非常的感动哈、教不到这个十周的时间哦，教不到10堂课哦，那呢，他们就有办法把它背起来，而且呢，包含身段、包含动作呢，他们都背起来了哈、所以说呢，给我们一个至亲朋友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哈。线上好朋友们，如果你会打出这个掌声的，会打出这样的爱心的，会打出一些鼓励的话语的呢，也欢迎呢帮我们的知心朋友给他们一些加油鼓励哦，感恩大家。前几天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哈，我去看了一出戏，也跟大家推荐过，嘿，厉害吼，真的我觉得很厉害。尤其呢，我有把这样的影片呢放在我的 YouTube 上，所以说呢，如果呢你在这个我的频道里面呢有看到他们这样的影片呢，别忘记哦，在底下留言一些鼓励的话语，然后呢给他们按赞哦，给他们按赞一下，我会拿给他们的督导所看哦。所以说呢，给他们多一点多一些的鼓励，这样子呢，这些至亲朋友们呢，才有真的说可以一直成长，一直进步这样子明年度呢，我要让他们挑战更困难的，这个叫做七字连空咒明年度再来挑战嘿，真的很厉害所以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前几天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呢，去看了一出戏，这一出戏呢叫做《段香引》，也就是由米雪老师所编剧的在这个左营的中山堂所演出的剧嘛然后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在我们这个新谐星歌剧团呢，虽然呢这一出戏已经演过了但是呢，为什么要跟大家提到一下呢？因为呢，在这礼拜五在我们这个新谐星歌剧团呢，也会在我们左营的中山堂来所做演出另外一出戏。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做介绍。我们先来听一下米雪老师所唱的歌曲咯。不知道呢，大家听到这样的歌曲他们的新创曲调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哇，非常非常的吸引你感恩我们米雪老师所提供这样的音乐呢，来给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来播放给大家收听哦，感恩。感恩我们明雪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疼我啦。所以说呢，他说哇，你这个雨涵广播电台呢做得这么棒都有在帮我宣传。所以说呢，这个伴奏呢这样的音乐呢，哇，给你呢来鼓励一下大家所以说呢，也感恩我们的明雪老师。
甚至呢，他们在这礼拜五哦，这礼拜五就是我们的11月14号，我们的新谐星歌剧团一样在我们左营的中山堂的户外广场，他们呢要来演出这一出七爷八爷，是我们晚上9点钟的时候哦。所以说呢，这礼拜五的晚上的7点了哈，19点，抱歉哈，晚上的7点，这礼拜五的晚上7点，大家如果有空的朋友，欢迎来到左营的中山堂来收看明轩老师他们所制作的七爷八爷。欢迎我们的策哲跟大家说哈，这个台中现在下了的点雨哈，但是呢风不会到很大，我们要推广每个人的人生观，带给天下哈，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直播文化，哇，媒介要好哦，以及呢转化你的心胸，开拓呢这样的福气。也可以让点亮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呢有能力的人可以呢能够在这个歌仔的气息里面有美观的感觉，感恩哦，以及呢它是一个闪亮美好的心，小小的运用带给大家一点福气照化这个空间的美好。谢谢大家，也感恩我们的策哲，感恩你。给你一个欢呼声！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都欢迎大家跟我打声招呼，也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哦。不论呢你在做点家事，甚至呢你在陪伴朋友，陪伴家人，也都可以一边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来知道新闻的小知识哦。感恩大家。再来呢是有关于一对老夫妻的这样的新闻哈，有一对老夫妻呢，他呢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状不见了。那不见了之后呢，他就去找当地这个里长，但是呢，现在已经变成是前里长了啦哈。在3年前的故事，那呢，他就去找了这个里长呢，去跟他讲说我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状不见了拜托你呢去帮我用这样子。结果呢，原本是很信任这个前里长结果想不到呢，这个房子呢被这个前里长给卖掉了，卖给别人了。难怪呢，他都没有收到一些什么房屋税的资讯什么资讯到了呢，人家来跟他要这间房子，他才知道呢，原来他的房子被卖了。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虽然呢，我们要信任每个人，给予每个人一些关爱，但是呢，这也太恐怖了吧？只是呢去求一个里长呢来帮我办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因为呢这是一对老夫妻。结果呢，这个呢房屋呢被干走了居然被卖掉了对啊，长得也太坏了，对不对？没错，这个心态有点太恐怖了。真的，我就为什么都会用这一些新闻呢来跟大家做聊天因为呢，我也要知道我们线上好朋友的观点。如果呢你在看新闻电台的朋友呢，你没办法呢跟他们聊天来做互动，但是呢，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你可以一边呢聊天，跟我们做互动，知道说呢，我知道你们的观点，你知道我的观点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今天好多朋友有我们的JOE大大，有我们的简可爱，有我们的韵柔，我们的柔语，以及呢我们的策哲，我们的曲奇饼干，我们的恐龙康拉，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淑英姐，感谢大家还有我们的 ROBL 大大，都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
广播电台，感恩你们。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等一下呢，再来唱个歌曲给大家听一下哈，然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个哈，有机会哈可以去领这个免费的鸡排的故事哦哈。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做介绍下去。我们先来聆听这首《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中心锁随人在，怨夫妻何爱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观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乱来。我会有好受亲像姑娘，受过又分开，行行计照你我无悔所定的爱，一步迎春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不爱，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财，情深渐将相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摆开。聆听到呢这首七字连空奏呢，它是一个男女对唱的曲调。那呢，在这个男女对唱的其中呢，其实尾巴呢，他们还有一个二重唱的部分，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一个人呢在直播上所演唱，所以说呢，我们就用这样子我切换的角色来做演唱哈。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跟我们购买这个银鹿打金枝的 CD 专辑。再来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咖啡饼干哦，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哦，感恩大家。现在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咖啡饼干呢，不是由我自己一个人贩售的了哈。这个呢，是由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呢所制作的咖啡饼干。这个成分呢，非常非常的单纯哦，里面只有雀巢咖啡粉、燕麦片，然后呢坚果还有低筋面粉，就这样子而已，非常非常单纯的素食的咖啡饼干。一包里面呢是10片哦，那卖100块，那当然是运费自付了哈。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甚至呢加我的 LINE 哈，我来把我的 LINE 的 ID 呢传上来给大家，大家呢就可以跟我们做订购。那呢，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咖啡饼干的故事哈。这个 LOVEWANLIN 是我的 LINE 的 ID 哈，欢迎大家加
然后呢，如果你们有喜欢咖啡饼干的话，可以跟我做订购这样子，也可以在我的脸书以及 IG 哦吼。为什么呢？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咖啡饼干呢？先来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淑芬姐。我也才在想说奇怪，我们的淑芬姐怎么呢还没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顺便邀一下皮筋和小蘑菇也上来来欢迎我们的曲奇饼干说呢，你要先去洗澡没问题，你先去洗澡如果等一下有空再回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感恩你。我来看一下星期五晚上8点多呢，等一下8点多呢，看不到等一下因为这个呢，我需要看一下你们的留言，需要看一下全部你们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这一张8点多再看没问题，没问题。那欢迎我们的曲奇饼干我们礼拜五的8点多，如果您有空呢，再上来看。但是呢，礼拜五的这个8点多可能我会去看戏啦所以说呢，跟你介绍一下。但是在我们的贴文呢，会跟大家说一下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赖群组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的赖群组，大家可以加入会跟大家宣布一下下感恩大家，掌声鼓励。今天忘记来看直播了太搞笑了吧，这个淑芬姐她说呢，今天忘记来看直播，因为呢前2天不正常直播。对，真的前2天呢因为呢这个中华电信真的给我出了一个大包，但是呢也感谢我们的中华电信呢今天来帮我维修，然后呢来帮我用这个数据这个 WiFi 机呢帮我从前房呢迁来后房，也给我们呢这个中华电信来一个感谢，感恩你们。对呀，蘑菇怎么没有来我们这样子苦苦的等待为什么呢？会跟大家介绍到呢这个咖啡饼干呢？这是一心原名戏剧坊所做的咖啡饼干。一开始呢，他们是没有在做贩售的只有自己人吃得到，也就是呢自己的团员，以及呢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呢，会放在这个台下给大家所吃所以说呢，他们也不放这个功德箱啦，也没有让你投钱的部分那呢，后来我就说，你这样子呢，这个剧团你原本呢是一个佛教剧坊，希望更多人呢来认识你们呢，更多人呢来广传这个佛法所以说呢，我就说，不如我们来配合一下我们就用成本价来卖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咖啡饼干其实呢，他们一次制作用上2-3罐的这样子咖啡粉都不为过制作一次呢，至少要半罐。那呢，他如果做个大量呢，像我这一次一次跟他拿10包，他就要做100多片的这样的咖啡饼干但是呢，先跟大家讲一下，现货呢剩下3包而已跟大家说声抱歉咯那当然呢，没有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不知道是里面是长什么样子，所以说呢，我拿给大家呢看一下里面这个咖啡饼干长得什么样子，然后呢都是我们纯天然的成分跟大家小小的广告一下不强迫推销，你们就当做呢来听一段广告，一段节目感恩大家。
后呢，我们的咖啡饼干呢，长得像这样子哈，上面呢都是燕麦片，然后呢，我们的坚果。咖啡呢，这个是纯天然的颜色哈，这是我们的雀巢的咖啡粉，也感恩呢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哈跟小弟本人呢雨涵电台钱蛋雨涵呢来做合作，感恩我们的一心原民戏剧坊哈。为什么呢？我叫做钱蛋雨涵呢？因为我是男生的身份，但是呢我在舞台上是唱女生的角色，这个叫做钱蛋。我的本名呢叫做雨涵，所以呢叫做钱蛋雨涵。刚刚呢刚好有看到朋友的私讯，他说呢你的声音呢是不是有点小小的快要感冒了，或者是状态不太好没错，因为呢昨天半夜呢哇这个蚊子呢一直飞来飞去呀，咬来咬去呀，胸前也咬，脖子也咬，然后呢脚趾头也咬，各个地方都咬那呢我就开了灯起来做了一下之后呢，我就想说不然呢找一下它到底在哪里这只蚊子真的有够烦的啦，整晚呢都在那边咬来咬去在那边找，没找到，好了算了，我们再继续睡下去好了。睡下去之后有叮来叮去呢那再起来一下好了，再找一下算了，最后呢就棉被盖起来算了，不理它了也就是呢这样子呢来来回回就没有睡好，所以当然呢声音也不到好的状态所以跟大家说声抱歉咯，感谢大家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呢今天的新闻咯。当然呢这几天呢大家有在看新闻媒体的朋友就知道这个毒鸡蛋被发现了，所以说呢如果你有买到这一批毒鸡蛋的朋友呢，可以带着发票回去呢你原本购买的地方呢所做退换货可以跟他们做退货那呢当然呢据这个新闻媒体所报道啦这个毒鸡蛋呢这一波的毒鸡蛋的风潮呢当然呢要一个成年人要一天吃到100颗以上才会有事情，所以说呢如果你已经不小心吃下去了，已经吃掉了等等之类的，大家也都不用担心因为呢你已经吃了1个多月以来呢都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大概呢要吃个100颗左右才会发生意外明天呢会有来台风，所以说呢就有一个气象系的他跟大家来打赌他说呢这3天里面呢台北市呢一定会放到2天假如果没有放到2天假呢，他就请大家吃鸡排以及珍珠奶茶就请大概300份左右然后呢当然呢网友就在底下留言说呢这个什么鸡排啦要切不要辣啦等等之类的，大家就上去开个小玩笑这样子当然呢这个雷道士说呢等等呢要早点睡，早点躺平休息的没问题，感恩我们的雷道士上来观看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但是我问一下，雷道士是哪位朋友？是我们原本就有认识的朋友，还是新朋友？还是说呢你其实是我脸书的好朋友但是因为大家都用这个奇奇怪怪的名字都认不出来谁是谁的啦对啊，淑芬姐这个蘑菇怎么没有来你赶快去隔壁台呢叫他回来没有啦，跟你开个小玩笑还有一个新闻当然就是刚刚所说到的这个请这个珍珠奶茶的当
当然呢，底下呢也有人给他留言说呢，哦，知道呢你的大气哈，但是呢你不知道呢这个蒋市长的小气哈，这个回话也是蛮好笑的喽。节目做到这里哈，刚刚有唱过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有唱过七字调，有唱过七字连空奏，有唱过呢我们的都马调。再来呢，来唱一首呢我要去比赛的歌曲，这一首呢叫做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是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呢，赶快了，他不小心呢打了公主，教训了公主，他要赶快呢下台，赶快绕跑了。那呢由这个公主来收尾，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欢迎大家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喽。公主做事理不明，颜水予人心头硬。人酒假使啊易生病，大好饮酒心不惊。驸马晓心无情义，因为爹娘啊忘妻离，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苦伊，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北部金生意，驸马无顾世情义，变个亡人情义。先来询问一下大家哈，唱到这里呢，你也不知道他流浪到哪台了哦，原来如此哈。谁停播？师傅已经停播了，为什么？下播了吗？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师傅下播还是他去进修了？原来如此。欢迎我们的 UA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大家跟我打声招呼哦。刚刚呢有跟大家讲说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圣诞花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下咯。这个圣诞花圈呢，是由我一个寄售店家，这个台南的西市场呢，这个卡亚手作永生花呢所贩售的那呢，它所贩售的圣诞花圈呢，当然呢，像这么小一个的圣诞花圈是没有牵这个灯的这个灯呢是它特别为我再牵上去的。所以呢，也感恩我们的卡亚手作永生花给你点了给我点了一盏明灯哦，感恩我们卡亚手作永生花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有来台南玩，或者是呢你本身在台南的朋友，也都欢迎来到这个台南西市场所逛逛咯。当然呢，如果到台南西市场所逛逛之后呢，在台南西市场的旁边，你上网所查这个点缀手作艺品店这个材料行，那呢上面呢也贴有我的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海报以及呢在我们正大书城昨天忘记去合照在我们这个正大书城有张贴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海报哦，感恩大家。
也感恩我们的淑芬姐，她说好好听的歌仔戏，感恩我们的淑芬姐的鼓励，感恩您。大家呢都不嫌弃小弟本人，对，没错，我们的 UN 大大说呢平安健康就好没错，所以说呢我随时我都有定期去检查这个声带，就是定期呢从这个鼻子呢穿这个内视镜呢进去到这个声带以上呢去照这个声带这个是不会痛的只是说呢因为我们是戏曲人，我们是表演者嘛，所以说呢定期要去给他检查一下原来师父去进修，所以说呢暂时停播那就欢迎来看雨涵的广播电台咯，感恩。先感恩我们线上好多的好朋友，不管是我们 Joey 大大、我们的简可爱、我们的韵柔、我们的柔宇，以及我们的彻哲，还有我们的曲奇饼干，还有我们的恐龙康朗，以及我们的美琴姐还有马来西亚的淑英姐，抱歉马来西亚的淑英姐，还有呢我们的 ROBL 大大。以及呢，还有我们线上好多好多的好朋友雷道士以及我们的 UN 大大、淑芬姐，都感恩大家今天有点大舌头，因为呢昨天真的没有睡好，被这只蚊子呢吵到一个不行昨天呢这只蚊子一直给我一直给我亲吻这个呢我的朋友他就在说呢不知道这一只蚊子呢是男生还女生一直呢给你亲吻，很喜欢你我说呢那我希望是线上的好朋友喜欢雨涵的广播电台咯。线上的好朋友，你们最近呢有没有看新闻？有没有什么样的话题？有没有什么样呢想跟大家来做聊聊的呢？明天这个台北地区的天气是100%到90%的降雨几率那呢台中20%，我们的台南是70%以及我们的台东地区是100%到90%，所以呢这个北部朋友、南部朋友以及呢我们的东部朋友都要注意这个雨天咯，感恩大家线上朋友，如果呢你还没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做按赞的朋友，要记得呢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有喜欢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做咖啡饼干的朋友呢，也都欢迎大家加我们的赖群组。那呢如果你有喜欢圣诞花圈的朋友呢，也都欢迎到台南的西市场所做购买，也感恩我们呢很多的寄售店家不止在我们新北的乌来老街这个海角8号咖啡厅，以及呢我们南部有好多好多的寄售店家，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让文化进社区，让文化进生活，感恩大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定会来练习一下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让我们先来练习一下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咯。现在呢，大家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贯穿到我们的脑袋中心了。我们都一起来观察自己的呼吸法已经贯穿到身体的哪个部位咯。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
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今天呢，是否也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不论是在跟同事方面，在跟主管方面，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甚至呢，跟一个陌生人，跟路人也好，跟服务人员也好，你是否也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让我们一起用腹式呼吸法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感恩完3件事情了呢？也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来做雨涵电台的直播哦。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所以叫做钱蛋。今天呢，来问大家，阿涵今仔敢有水水的无？有没有很像这个阿朱的台湾奇案的频道哈？感恩大家今天上来做聆听，感恩我们的淑芬姐，感恩我们的最后一大大。哇，我们的最后一大大还在呢，你没有出声哈，都不知道你还在。今仔敢有水水的无？今天这个网路是否顺很多呢？也感恩我们的中华电信哦，感恩，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吧。我们明天再会咯，大家晚安，感恩大家。公主阿罗山当年还境界，弘扬南征北讨，正光渡四海。阮爸囝尽忠，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低位高。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理甲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破防。恁爹家己这猖狂，表示君王最难当。竟然阮爹无爱坐，才让恁理甲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大言各位线上朋友，我们晚安，明天再会咯。你敢说我嘴皮？公主，毋是，请你替我别改呀！所以今天的网路真的正常很多了，也感恩我们的中华电信哦。也先给大家呢看一下这个洋葱我们每一集呢都要来看一下洋葱从我们这个上礼拜开始哇，真的洋葱呢长得非常非常的大颗了这个1-2个礼拜的时间呢就可以长得这么大颗我在想说呢，我想要拿上去晒点太阳，试试看不知道会长得什么样子。大家觉得好吗？你看这1-2个礼拜就可以炒这个葱花炒蛋哦，感恩大家咯。当然呢，我们也有种这个姜姜也长得非常的大，也给大家呢来看一下
等一下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真的快变农夫了啦哈。真的呢是可以采收了哈。你看这个姜呢，给它浇一点水之后呢，你看它的芽哦就可以发得非常的大，就长得非常的好看。那呢，我有时候晚上坐在这个书桌前呢，我就给它绕一绕，给它看一看哦，就觉得说呢，这个心情呢可以变得非常的好哦。然后呢，我们也有种一些不一样的菜色啦哈，这些菜色呢都是刚刚从楼上又拿下来的哦。这个有这个雪翠高丽菜，然后呢有我们的黄甜椒，真的快要变农夫了哈。也是一个呢这个直播的摆设。那呢，也给我们带来一种幸运的感觉，所以呢，也感恩这些植物呢长得非常的好，也感恩呢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明天再会喽。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收山。过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变做事，想摇摆，不要打落，兵你心地改。因一句，抓定阿头来认输。哎呦，哪会这么疼？当了我嘛是拍金师傅，定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了？别插话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介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斗我敢无够？你真歹心，唔留予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到我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搁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互人心头硬，当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可能跳心不惊。不怕挑衅，无讲义，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飞啊，冲了去，分类去灵啊，来吃开。我们晚安，明天再会喽。关难消气，也歹白
金寿衣，驸马无讲好切情义，平